作者喺書中又提出咗槓桿呢個超級關鍵詞。佢認為現代人可以用4種槓桿。第一係勞力槓桿，即係請其他人為你工作，但呢種槓桿已經係最老同埋最弱嘅一種。第二係資本槓桿，即係用錢放大判斷力，錢可以乘上你嘅每一項決策。第三係代碼同埋媒體槓桿，呢個係現代最強大，亦都係好多新富族嘅秘密槓桿。寫程式、創作內容、錄 podcast、經營 YouTube 頻道，呢啲都可以令你嘅價值喺你瞓覺嘅時候自動產生收益。第四係網絡槓桿，即係將你嘅專業知識、品牌、產品透過網絡放大無限倍。而結論就係，現代財富嘅核心係用槓桿放大你嘅專業知識、判斷力同埋品牌。而作者喺書中又一再強調，判斷力係最被低估嘅致富能力。喺槓桿時代，一個正確嘅決策可能會帶嚟遠超努力本身嘅報酬。